12月買生果唔好亂咁使錢，呢6樣先係硬通貨，好食唔貴又養人。踏入12月，天氣真係凍咗好多。大家去生果檔或者超市行嗰陣，應該會發現檔口啲生果換咗一大批。呢個時候，我哋就唔好掛住夏天嗰啲西瓜、香瓜啦。雖然依家大棚技術發達，冬天都買到，但係講真，大冬天食西瓜，一嚟貴到飛起，二嚟嗰啲嘢性涼。本身出邊天寒地凍，身體裏邊就需要儲存啲暖氣。呢個時候再食成土冰涼嘅瓜，腸胃弱嘅人即刻就要肚塞，真係冇必要。仲有嗰個火龍果都係寒性嘅，手腳冰凍嘅朋友冬天最好少食。我哋平民百姓過日子講究個不時不食，冬天有冬天該食嘅嘢，大自然早就幫我哋安排好晒。下邊呢6樣生果依家正係大量上市嘅時候，又靚又新鮮，關鍵係價錢平咗。我哋跟住呢個清單買，既能幫身體補水，又能補充營養，絕對冇死錯人。橙，一到冬天，天氣乾到死，呢個時候食乜都不如食個橙嚟得痛快。12月係摔藍糍橙同冰糖橙口感最好嘅時候，12月之前嘅橙可能仲帶點酸，依家啲橙嗰種甜真係冇得彈。橙最大嘅好處就係汁多維 C 多，冬天出面凍，屋裏面熱，一凍一熱最容易感冒。每日食個橙，補足維生素 C， 身體抵抗力都變強啲。好多人買橙啦，淨係睇顏色，覺得越光鮮越好，其實唔係噶。依家有啲商家為咗好睇，會幫啲橙打蠟揀橙，記住呢幾招。第一，要稱重量，2個大細差唔多嘅橙放喺手度稱一稱，邊個重就買邊個。重嘅說明水分足，輕嘅肯定係放耐咗，水分乾晒，食起上嚟好似食棉花咁。第二，要摸皮孔，摸下橙皮，如果皮上嘅毛孔好細好滑，說明皮薄肉多。如果摸上手粒粒得得好粗糙咁，塊皮肯定厚。第三，要粘硬度，輕輕粘一下，有彈性嘅係新鮮嘅。如果捏落去腍滋滋，嗰啲係就嚟爛。如果硬到好似石頭咁，可能係仲未熟透。第四，要聞氣味，用手指甲喺皮度稍微刮一下。如果有陣好濃嘅清香噴出嚟，嗰個就係靚橙。橙雖然好，但佢係涼性嘅，而且帶點酸。朝早啱啱起身或者肚餓嗰陣唔好食，容易刺激胃酸分泌，賴胃。飯後半個鐘食最啱，仲可以解油膩。宜吉，依家嘅砂糖橘正係好食嘅時候，細細粒皮薄過紙，一剝就甩。關鍵係佢幾乎無核又冇渣，食入嘴簡直就係一包糖水。有時喺梳化睇電視，唔經唔覺一粒橘皮就堆滿晒。橘好食，但係有2個大問題，大家一定要注意。橘性溫糖分特別高，食多咗喉嚨易發炎，嘴裏邊容易生飛滋，仲會便秘。呢個其實就係糖分太高引起嘅炎症反應。好多人應該有經驗，橘食多咗，手心、腳心甚至塊面都發黃。呢個係因為橘裏面胡蘿蔔素多，身體代謝唔切。不過唔使驚，只要停口唔食，過2-3個禮拜自然就退。橘肉上面嗰層白色網狀嘅嘢叫橘囊。好多人嫌佢口感唔好，特登彎到乾乾淨淨。其實嗰個係好嘢嚟，佢可以去火化痰。食橘連埋橘落一齊食，正好可以抵消橘嘅一部分熱氣，冇咁容易上火。橘又酸又甜，食完之後牙齒上面全部都係糖同酸。如果唔漱口咧，對牙齒腐蝕幾大噶。特別係細路仔食完一定要飲啖水漱下口。冬天怕涼嘅老人家可以將橘放喺暖氣片上或者焗爐裏邊稍微焗一下，焗熱嘅橘酸味會變淡更甜，而且食入肚暖啦啦，特別舒服。3、蘋果，喺北方冬天屋企如果冇儲2箱蘋果，嗰個都唔叫過冬。喺南方，蘋果都係寓意平平安安嘅吉祥果。蘋果呢樣嘢雖然睇落普普通通，唔似熱帶生果咁驚艷，但佢最耐食，亦都最養人。世界上面嘅蘋果品種太多啦，冬天我哋主要買到呢幾種。中意食爽甜嘅，認住新疆阿克蘇嘅冰糖心，呢種蘋果因為產地溫差大，糖分都聚喺果核嗰度，形成咗透明嘅糖心，咬一啖嗦嗦聲，甜度特別高。中意食粉嘅、軟嘅，屋企有牙齡唔好嘅老人家或者細路，就買花牛蘋果或者黃元帥。呢種蘋果放幾日之後，啲肉係粉粉地嘅，咬起上嚟唔費力，有一股獨特嘅香氣。
稍微食啲涼嘢就肚叻嘅人，我強烈推薦將蘋果煮嚟食。將蘋果切成塊，唔使削皮，同幾粒紅棗一齊煲水飲。煮熟咗嘅蘋果裏邊嘅果膠可以吸附腸道裏面嘅細菌同毒素，對於輕微肚絞有收斂止瀉嘅作用。四、甘蔗。甘蔗呢樣嘢講白啲就係飲佢啲汁。冬天大家中意打邊爐食牛羊肉，食完一身燥熱，覺得口乾舌燥，想飲凍水。呢個時候咬兩節甘蔗，比起飲咩涼茶都管用。甘蔗汁可以清熱、生津、潤燥，飲落去感覺由喉嚨一直潤到個肺度。買甘蔗大家一定要記住，紅心嘅甘蔗千祈唔好買，亦都唔好食。如果你見到甘蔗切開之後，中間個心發紅，或者聞起上嚟有一股酒酸味、霉味，咁就嗱嗱聲掉咗佢。呢個係甘蔗發毛咗，產生咗一種神經毒素。呢種毒素非常犀利，食咗會中毒，嚴重嘅甚至會傷到個腦。所以買甘蔗嗰陣，一定要叫老細當面切開檢查一下。咬甘蔗係個氣力活，牙力唔好嘅容易崩到隻牙，而且有時邊個好利容易巴損個嘴。買翻嚟嘅甘蔗洗乾淨，連皮劈成細條，同馬蹄、紅蘿蔔一齊掉落煲度煲水，煲出嚟嘅水甜絲絲，特別清潤，大人細路都可以當飲料飲，去火效果一流。五、柚子。冬天嘅柚子主要係沙田柚同蜜柚。晚飯食滯咗，剝幾瓣柚子食，即刻覺得個胃舒服好多。揀柚子有口訣：買大唔買細，買重唔買輕，買尖唔買圓。大個嘅通常發育得好，同樣大細嘅越聚首水分越多。輕嘅可能裏面乾咗。靚嘅柚子形狀係上面尖下面寬扁嘅不倒翁形狀。如果係個正圓球，塊皮往往比較厚。用手指公撳一下塊皮，如果撳唔落去，硬硬地，說明皮薄肉實。如果一撳一個坑，軟拉拉嘅嗰啲係皮厚或者放耐咗。柚子雖然好，但佢同好多藥相沖。如果你屋企有人食緊降脂藥或者降壓藥，食藥期間最好唔好食柚子，因為柚子裏邊有種成分會令到藥物喺血液裏邊嘅濃度突然升高，相當於食多咗幾倍嘅藥，容易出現低血壓或者肌肉酸痛等副作用。食藥之前一定要問下醫生食唔食得柚子。剝落嚟嘅柚子皮嗰層白色嘅瓤雖然苦，但係海綿狀嘅結構吸附力特別強。將佢切成塊放喺新裝修嘅櫃裏面去夾全味，或者放喺雪櫃裏面去異味，效果比起橘皮仲好。六、車厘子。踏入12月，生果鋪最顯眼嘅位置都係佢，而且價錢都特別貴。但佢貴又有貴嘅道理。第一，營養好，含鐵量喺生果裏邊算高嘅，仲有花青素，對皮膚好，女仔特別中意。第二，口感好，又脆又甜，一啖一粒爆汁。第三，過年過節嘅買一箱紅卜卜嘅車厘子，送禮或者自己食，睇落就喜慶。既然俾咗高價，就要揀最好嘅。綠色嘅果餅一定要係翠綠嘅，如果果餅發黑、枯咗甚至甩咗，說明呢啲車厘子喺冷庫裏邊放咗好耐噶啦，唔新鮮，口感會腍。靚嘅車厘子摸上手應該好似細石頭咁硬實，如果摸落去軟拉拉，咬開可能裏面都發酵有酒味啦。車厘子買翻屋企食幾多洗幾多，千祈唔好一股腦全洗咗放雪櫃，掂咗水好容易壞。剩低嘅用廚房紙將表面水氣抹一抹，放翻入保鮮盒度冷藏，可以放多好幾日。呢6樣生果各有各好，大家根據自己嘅口味同身體情況換住樣買。好啦，今日嘅片就到呢度啦。